错风若是歹的 engine， 伊建议留去跳街。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帝的几行差，最暖万年。脱下比衫的西来爱去奈比，协助阮共识高涨海的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枪等走戏，咱的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劝世学生狠狠听阮书，摕奖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饮生意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世界色亮满心，传很复杂的意义，分用爱心事，告诉俺不知。用最自然的梦想。遐见面点吼，拄挨伊屯讲的啊，伊条街用人改好，啊，你唔攞来天数。无啦，那钱来讲，如果唔是，按个钱哦，用下来，唔嫌顺便当过建设什么？唔咩啦，我迄间啊有安待，人家安尼要同带着麻烦啦。唔会麻烦啊，过迄个事情啊，拢同阿兰姐讲的，银行咧本一百几飞呢，阿汉啊，安尼真是咧屯天数呢。对啊，安尼咱话天数，我真是同感谢啦。唔是讲感谢的啦，事情做不好，下礼拜啊，差不多搁进东一条路，做无咱来感谢，蛮做得。下摆已经嘞，我鸟哥，我真嘅唔感伤。但是下摆，天窗会提认真做好。迄有人问吼，侬是讲唔系挨妈妈、爸爸、阿姨的孙女，他冇他冇。所以迄，挨迄唔系白话讲，唔系挨白露台，我了解。挨好个啦吼。好来，我带人来阿兰爷，来。进来哦，阿兰，阿兰。哎，阿兰，有落阿芬啦。哦，安吉安走。哎，咱今仔日看有冇天数的有冇？愈较咪做愈好个。好好。等下会送东西，还做过厨师，陈堂还没有带过。哦呀，哎，伢人讲有这么一单纯啊。啊，没啦，俺咩个意思啊？俺意思是讲吼，老个条从这种无效无理后生人看又无穷样啦，从经历过一段事情啦。是啦，安吉无相爱就好啦。唔会啦，既然迄有心爱做啊，咱就开始做唔会慢啦，吼。错啦，啊，伊硬都搞本的，啊，硬都甲标准，迄就伊老老啊，看嘛有细条好做嘛。好好好，哦，好好。什么安吉做爱？好，我做，来。六松块边有关系，怎么？我来就。那东西啊，我送去民宿，迄民宿啊，从底end出去啊，有做啥吃下。停！做出过桥过去做饭，过加2条红的油饭，怎么？你们提办了没？你有没订呢？那是铁带过啦。哦，哎呀，哦，你啊东西晒送去，冇得我人睇。哦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阿弥佛，哎，这里好嘛？哎，亲民一点啦。哎呀，阿弥佛，免来讲啦。我喺推出街了，迄本民宿甲银行哦，都得12点就提早入住甲房案，甲你咩都呀哈，银行有乜付会到？
你大做无限都你啊哈，你要喊喊，你天数唔做好诶。Excuse me，我係主角呢，竟係哪個啊？杰西卡，cái mình phong gì họ tôi chéo xuân就無限多啲哈，見佢變數阿健吼，就一三一天，唔閒閒吼就攞去聽書一下。你？係啊，我係專業嘅呢個 manager 呢，我啊係多叻識掃馬桶，我嘅人合看到嘅用嘅上，我嘅 professional style，我就去奈哈？主管，你唱我講主管，你出去撞罪啦，來按叫吼，看有冇吹聽，看唔出來啦。我冇嘅是多嘅咧，我呀係空手道黑帶五段，你冇乜嘅？用過，等以後看 TG 團摔跤節目啦，我必殺技吼係十字固定法，我過肩摔啦，你要買要吃看看啦吃就吃啊，夾啊！來啊，來啊，主管來啊，他來啊！你先啊，亮晒，用誒，我走你啊，我走你，你落埋分咗我。来送东西耶！來香煙，哇，但是這啊，啲錢吼，係張老嘅阿蘭子，跟俺先等我诶，你知呀？條下嘅形容看藥按面熟哦，呢張圖你未有看過咧？今天阿蘭姐搶嘅型哦，都冇通伊講講咯。打電話。喂，阿蘭兒啊，係啊，Peter 啦，係啊，有收到咧，係啦，哦，係哦，佢先搶嘅嘢係嘛？哦，好啦，你嘅好食咧啊？你用啊？等我，拜。我媽都係用咯。誒，亮嫂，嚟食飯咧，嚇，嚟。係咯，唔講啊！真正嘅太教師哦，係唔會點出來嘅啦，冇人見㗎。阿蘭兒嗬，講要先學識嘅炒挑杆啊！等下，跟你下聲，你做嘛？我呀，要研究個應用嗬，明少提升業績嘅好食嘅東西咪當初有啊。故所我先去研究佢嘅食香味。哦，阿陽哥或者指你啦，我研究咧食香味，好嘛？嚟，等下哦，你就研究嘅食，你就研究嘅香，我嚟研究嘅味，好，準備好了嘛？好開始，食、 OK。香、 ，OK。味。那你看誰啊？東西拿我拿去生啊！伊啊天都鸟啦，快摕嚟啊！你傳播啊，含某媽都會死哦。講嘛啊亂傾，中拖過吧？我哋都吃看那個拖天來，看沒幾張我哦。中途係啊，廣告就會啊，啊，講過？係啊，我冇咩樣講嘅，係啊，我以前有到天龍公司做過啦，搞不完我同長啊，係啊，誒，真的啊，給要幾多錢啊？唔是錢啦，真的唔是錢？嗯好，誒，天來飯帶轉移係嘛？冇辦法再講，冇辦法講啊，哦，啊毋過我冇馬說事呢，係啊，誒，我冇講你台天老是加班的人咯，誒，我喺飯帶店做，我咪穿上，係嘛？你咪走啦，沒啦，我意思係講我食本人騙過，啲啲東西要我買嘅，故說我較注意到，係唔係講唔好練嘅啦，係。用的呢？阿蘭姐，嘿用的。冇事啦，喲，唔識記啊？哦，張龍啊，點樣聽書啦？看的啦。哦，我挖到幾來撩嘅咧，我邊，我是咧表露台啦。你阿言哥。哦，我。我以下帶阿富哥結束晒，
安尼啊？哦，安尼我就放心的啊，哎呀，你眼nhìn带顿啊，嘿，你若听到交本做好啊，哎，唔听我讲，嘅嘛个广告唔是钱哦，不是钱，唔讲的吼，给一动一张账的吼，差不多，不2年的时间。2年啊，2年就账的好啊，哦，很强哦，无有无有。阿姨，哎，你睇，哎，歹勢啦，嘅我調下台研究嘅財神冇生意咗，是強強的。那我啥等你做过啦？安是安是，好勢股，好勢股，太好事嚟啦！親好勢主任，哎，張拜託啊，好呢，好好，我們嘅賬號張拜託送你啊，哎，送了你啊，搞不好就會。好，安是安是，張拜託，好，哎，來這裡比的，好，拜拜拜拜。你有冇個事啫？咩？你知道一條團那邊看過呢？誒，唔通咪該小學啊？無縫國小。無縫國小。啊，國中、高中、大學同那邊？啊，但是啲南部，你應該冇相識啊。唔過係真件對人有印象呢，天朝團那邊看過啊。力量茶，天朝有乜個奇妙的緣分？那有的事情先去摸下。哦。哎呦，我就笑屁了呢。嘿，聽到哪一張呢？唔是錢。終於哪邊啊？做阿富國嘅邊路睇啊？佢講叫我講過啊，唔是數錢哦，講銀行好。蟲罐用唔會依賴，薔薇用天然嘅色來，萬年唔會啊。喲，對哦，免到落袋我免提喺台北打邊工呢，我是提喺天路公司做。爸爸以前咩當槍啊？那個天路人嘅駁下來要吊上去，吊上去駁下來。當槍啊！嘅唔知老人牽吊上去，下一關軟體，天路才總得有冇？啊？喲，科技轉發達咧啊！我就落袋用天路嘅286嘅，那有用用啦，係嘛？嘅上古時代事情，哪有底呀？那上古時代，佢落袋用嘅冇簡單呢，哎，倒是掉下去，等個電源天天落，天路慢慢的衝，東上張都咧打呢，人哋都唔知哦。個天路歷史。安幾個嚟證書啦？啊，唔是啦，從14年啊，這個人佢做到轉啦。甲我問師傅誒。哦，好。啊，聽下張來。好好好。阿漢，阿漢，你天路唔記得拿。安子生，唉，咁我神懵咯，留下來我係聽死喎。冇安尼講啦，反正阿張已經冇事做啊。好得有，嗱張有按做下，聽講呀，我想嫁到全部。不是，應該啦。哎呦，我要當排生呢。唔係冇係條路做最好嘅啊，做生意嘅嘢，真係唔使客氣。唔過原來我呢個聽書啊，又冇幾多錢，咁唔是拿錢賺喎。阿爸阿妹較做高神，一下就出一隻落梅甜甜，一邊做生意一邊讀書，又有叫好見到拿，唔是捱少啦。哦，係樣喎，可能一旦出動讀呢邊人啊，要按認真，唔係很大病啊，成班天初會見來見好啦。以後嘅機會啊，天初唔會變好。對，阿蘭子，聽過民俗嗰篇百家無言下嗬。哦，係啊，聽講我哋啊較強鬆啦。我要打電話問阿老妹啊，佢講佢上海啲學校辦出去啊，我做你議題看下冇？好啊，冇按樣啦，聽過2年後啦。安子姐，家我先轉咯。好。好。啊，錄好聲音哦哈。好。啱咩要同講，我個請緊人冇？冇啊。唔懂奇怪呢，點解個解緊人來做事啊？阿姨，係。媽，唔知咪假請緊人來做事，唔會同人哋講啊？因為冇問題啊。伊係
係講，我都為咗讓退休啊。嘿啊，像俺哋兩家買窮款的錢啊，不過每日出去做事，我都想同佢聽書下，賺一出自家嘅收費啊。cái阿漢啊，喺整件事要條路嘅人，唔得話行到去讀書，我見上定要賺錢。我嘛想買自家嘅東西啊。媽媽當真嘅唔係本收費咩？唔拉用啊？阿姨，姨嘅意思係講，像我都係工頭上呢，安樣比冇輩請冇輩人薪水下便宜啊，安樣下算得貨啦。係真嘅，我讓媽媽聽書係。係啊，我太好了呀！以後嘛要獨立啊，連晚同佢聽書都當做係練下。哦，安樣啊，既然出嚟嘅腦筋同到媽媽叻來，行開兩係算薪水，幾好啊！真嘅啊！哎呀，安尼出來算哈，嘅學費啦、午餐費啦，還有是咧用誒水電錢、瓦斯錢，還有上網費，哎呦，還有佢講買書嘅啦、買衫褲嘅，哎呦，揼揼啲啲當到錢呢！個經過啊，他們倆都收費，就自己付一半。好。愛水門咩關啊？車你借我兩樣啊啥？車你啊？車你，你上去啦！乜雞啦？你哋咩叫車你啦？見唔見當初老人府中飯嘅對阿姨嘅咩來嘅啊？記住車你啦！哪有可能哦？冇亂講啊！真嘅咧。真嘅。半年前，佢就夜氣風高的夜晚地杯，買頭條邊，就係頭條邊，但頭條邊就係重點。殺下來，係探到有奇怪嘅聲，喺佢腳步上咚咚咚咚，這都係嘅檢討到去。結果我聽伊看嘅時，看到我嘅枕頭打開嚟看。200條檢體，還有情有輸嘅，佢窒息咧，佢秒殺啦！你說的慢啊！唔單止有個頭，有個樹，有個腳，仲下都被當飯咧！很慘啊！佢說落係慈禧慢啊！佢慈禧嘅就係我最愛嘅，我哋愛19年，對日本來倆都簽到嘅。莫睇啊！鹹卵超人，煎蛋超人。พี่樂，佢講嘅係卡通做嘅鹹卵超人啊！佢老愛嘅鹹蛋超人嘅頭腦，加個樹，加個腳，仲下獨彈咧。พี่樂啊，我諗。
细汉叫俺唔顶按下亲的吼。唔对啊！哎呦，安好。哎呦，忘吃吼，人家不是切的啦，给阿兰姨吼，我不给骗你毛啊！干嘛？有人讲咩？不知，做嘛的啦？我看喏，咩行乱潮人啊，係屁亂潮人啊！这个你给赏我问一下。阿兰姨，阿兰姨，哎呦，阿兰姨，哎，你在？阿你说啊，阿兰姨要好点点歇困哦。哦，我要伫。哎呦，快的啦！阿兰姨吼，有几个人，迄切的啦。啊，切嘞？系啊。哎，无真无其事，莫乱讲哦。我跟你讲，几个人吼，头摆就食了个眼面秀，挑东西，菜食了足大记咧，挑人上多的。无，家人我做得好啊！哎，小乐天龙摆的，他那件哪一张的？伊讲广告还不是钱的。天后咧，你哪东西张的啊？快台咧，快台咧，快台咧！你用个快台？那个天哦，天超不给，拿去卖啊？哪一卖？四个诶，四个诶。安你说，没啊？安你说，安你说，慢用啊！安你说，阿元说怎么了？哎，他刚刚听到那个小乐电脑可能被那个阿汉拿去卖，惊吓过度。阿汉，是阿兰姨新请的那个外送员工哦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他人很好，很有礼貌哎。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来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小偷他们伎俩都很高明哦。他们会先混到这个村子里面去，然后跟每一家人都混熟之后，等到这个时机成熟了，他们就会一家的偷光光。还好，我本来还有点欣赏他哎，差点被他那个老实的外表给骗了。可是阿兰姨平常那么谨慎的人，怎么会录用这种来路不明的人啊？哎，不管啦，我们趁这个阿汉电脑还没拿去卖之前，一定要先找到他。可是怎么找啊？阿兰姨又不在。我早上遇到阿兰姨的时候，她说送完中午的便当她就要直接去学校接英英跟小谢去逛街，可是没有说逛到什么时候回来啊。去找阿富叔，听说他是他表弟。哦，那你赶快去他平常那几个定点埋伏的地方都要找哦。好，我知道。呀。元叔，既然是小乐的电脑被偷你还有一个人可以找哦。小乐天龙耶。只要是为了小乐，他都可以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阿文变。有小乐给填了，这。安彦说，你咧？唔变好吧？忙啦，莫衰咧啦。哦，万那钱无给阿夫送，这样应该咯。咩唔急？你话滚了，快啊！
啱冇？啱哦，啱冇？係啊，真巧嘅唔掂啊！你媽鬼事，同我爸啊？ ，Peter，誒，你做用啥做到按用嘢做嘛？然後阿姨做，樂樂，那就等下你呢去買變裝趴，來記到啥？有人所謂的寫落來，俺咧對吧？太主辦，錯冇？有時間才該買變裝趴，今日天咯咧，每個6年就這個賬號誒。佢兩年忙得事咩？忙到係加點好多咩？嗬，樂樂，哦，24，你先終於點好啊，先固定下，等下嗬，一天落天天嚟做，嗬，嗬，爸，唔好提得咩鬼咩怪哦。可以咧，要壓惡啊！係咪？佢生意比人家重啊！哎呦，講你唔講，我唔要講。X 腰帶咧，蛋漿還水果，開山東咧。係啊，阿爺做，靚用，要衝嘅爛波喎。之前踢界，自家衰啦。過來。講啊，小樂嘅死門字就係我嘅太門字。嗱，老眼認真啲喂，點啊？別啦，我唔想講我錯嗬，小樂嘅門字就叫大門字哦。等下做嘅嘢啊，當錢叫哦，認真啲喂嚇。好啦，要談到我，認真啲喂，真。別啦，係啊嗬，講。哎呦，好啦，放聲吼，人哋吼聽朝要做到去，留給小樂嘅天咯，請進來進，來拜白公。白公，你白公，保佑了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。白公，保佑愛了做到嘅出來。沒錯，沒錯。噓，俺也就一直在意呢，有懂得發揮過。沒錯，聽聽你講。好。一代啊，空對片，用。哦，用係啦。保持距離啊，唔見慢嘢。哦，見白公啊，第一個。走了，白公，哦，準備。阿爺說用魔攻翻咯。過關。算啦，記啊，一定要動到發揮老白公公啦。係啊，先到發公，我手機。好啦，準備咧。出發。阿爺呐，人迄啲唔錯，還要叫，白公要原諒，好好啊做人。結案。做出嚟係下定人做嘅事情，你會見到冇讀書。寫唔夠呢？我要見，要決心就好咧。咁決心，來，下，來，安定啦。哦。
嘅体育，嘅数学，数学，嘅体育，就会请到七个空啦。你用乜啲出嚟控制台？阿弟，你做嚟學嘅阿甜，來嘅封鎖線來出。我大哥，做到阿明眼，七个空都必須嘅，係嘛？啊，冇人用啦，阿年叔，用慢過，挨條就用慢做，全堂贏嘅，好冇？有理，好，躺定下，好，躺定下。好，躺定下。阿年叔，有咧，挨啲咧，頂，呢就是頂。而你做得睇嘅所有人行嘅路後啊，呢個頂埋伏，等佢出嚟講，天天跳出來就來殺起來，錯冇？阿弟，你阿喏守株待兔，挨咩啲？也一聽就係阿富國長條宮嘅定點埋伏。哎嗱，嗰啊，富國，原來人家嘅定點埋伏，唔係單槍提嘅蘇大俠跳水，功力真好啊！皮膚，好，今日啊，比賽，呢天天出去嘅一個過夜，好，還有鹹水嗰邊，好，都會撞嘅，好，這樣。怎麼樣？我走。天天出去嘅橋嗰邊嚟撞嘅，走，好唔好？看來咧，就除了你，撞定就好。哎，得笑，哎。阿年叔，去橋跳。已經係成功啦。這樣批准。阿明房啊，我第一點民宿嘅東西啊，吼，我算了一下，有收了6包嘅衛生紙，42包嘅茶包，還有6包嘅泡麵。你聽有看到嗎？你用叫檢查按詳細啊 Of course，我係阿民宿嘅主管呢，所有嘅東西我都會負責嘅。迄個有東西少哦，怕出七日搶走嘅，我會報警，你錯人嘅。哎，姐姐，你嘅小睇2包衛生紙點解了啦？衛生紙係拿走嘅。哎，嗰個民宿嘅財產呢，我哋拿去用，錯也唔錯。衛生紙本單就拿轉去自家間房用啊！哎呦，拜託莫老頭家講啊！我一向都會公辦公司辦事啦，安呢，我請唔好做你。拜託莫老頭家講啦，Peter 唔係打敗老女下些泡麵哪意思？哦，啲泡麵除咗 Peter 食得了。哎，草案部沒有寫的一本啊？小太太46包茶米，食得有順落去嗎？好嘞，嘅冇事情咧。安尼，嘛該都冇事嘅啦。今日
紧紧动流行那个毛毛靴，你知道吗？搭什么？牛仔裤就可以了。哎呦，阿妹给啦！哦啦，阿妹，感觉什么？我刚刚应该把那牛仔裤总共都买落来啊。跟2条牛仔裤穿起来，没全部重要。你有穷款，介一条吼就起来脚较长啊，哎，够一条就起来哎胸部较细。还有啊，那个烟管裤，终于都会变 model 哦。跟没漂亮出一条裤有案例害。好穷用啦。喂，做嘛该啊？我都要定点埋伏，做菜嘞啦！菜嘞？哎呀，你阿芬就会菜嘞啊！阿芬？对啊。小乐嘅天哦，就会分佢调走嘅啦。我老人家讲哦，调小乐嘅东西，就会调我嘅东西。亚调丝，我一定会老给酸啦。没啦，迄小乐天哦，就给人家眼光啊拿做一张的呀。哎，唔对啊，都分佢偏的啦。张天哦吼，迄个偏流的啦，哪不过吼，分佢偏强强迄个啦。阿芬不会爱你哦。莹莹，小倩，你做得带我转去嘛？我也哈看唔到，没做唔得行路嘞。好嘞呢，有菜嘞。文炳，佮按阿妹24末按说无安全啦，就生你做啦。好，唔怕。啊，那小倩，你做得老爱听书，留给恁的拿本买嘛。哦。不用跑啊！慢。小倩，来，起卡做去。哎呦，拜拜。咸菜嘞，卖看样啥，比个菜嘞还得营养。哦。馮姨啊，唔用的呀。冇事情啦，我剛好吼，衝動啊，冇事情。到，嘿嘿。跟牙茶的嘞。錯，什麼老外講吼，冇講我就唔記得咧，我一下去老外嘅茶帶出來，跟你啦。好。
无？你今5杯冇那样多，完了，跑来跑去，你不看，亲吃你。皮肤卡，我买什么噶？哎，这种逼啦，就为了个天哦，咩都是。天我买噶？我讲天哦。有啊。啊？你要讲真的？你叫我讲。哎，我讲迄天后出车咩啦？哎，除了爸爸，我仲去点招做阿兵哥做干嘢，哎，做经理。爸，年纪让他诶，还去教招哦。哎，那真的唔错啊。唔系啊，呀老年纪冇乜关系啦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你对吧？哎，时间到诶，爸，我下哨嘞，国民革命军最会责任本，大顺。阿妹，雪菜吼，把你骗去，做嘛抢个车来路上做事啊？给韩公妈该要请假帮妹妹找房子，根本是抓紧时间绕跑吧？迄今仔钱全部喊出来，因为我唔见客，讲起就要做物件。安尼，迄引狼入室，我应该结婚看看有没有什么啦？阿姨啊，伊应该会将本人骗啦。爱知啦，啊毋过啊，你下事情又唔点样诶？我喊你今年相信阿汉啦，田光业我不会请人夫神叔问清楚了，但唔是笑啦哈。勇爸，有东西唔见他冇？无啦。那就好啊。不过俺们现在提冇警觉心了啊。姨姨，其实我当皮肤也美呢。嘛该啊，几个烂好人吧？系啊，阿姨真紧挑我小心人嘞，不过小会安样未当难呢。你看，一下当日就谈到安到嘛个诈骗集团啊，误导大家就唔讲小心人嘞，当像大家人像会城市强用呢，讲讲安样就较好咩？不过佢安尼，我懂手机呢。手机就会保护机啊。系啊，那有人吼对人运讯，我都想听话安样哦。系啊，都算头先啊，安尼。头先，我们刚刚会不会把文炳哥打得太惨了？人伊很叫，不过真紧打通创的啦。内有啊，迄远啦，冇就甲鉗，迄远大哦，快有。哎，我还没动讲啊，怎会嘛感觉冇想就？小乐，哎，走。做嘛？你两边用呀？冇用嘅，冇用嘅。冇事情，冇事，你快点。哎呀，正经啦，挨动可以哈啦。冇事情，正经冇事情。用手套啊用啊！挨错安部冲动，冲动。冲动，冇冲啊！你还有迄老骗你熊大？冇啦，冇上大啦。挨迄本人大。文宁大，不慢你大。就给小偷。小偷？错，小偷。偷你嘅东西很大人哦，呀就系抢，唔系偷呢。错，冇单枪暗用啊，记住吼，还有6、3年呢。六傻哦。对，
阿说啦，跟上到安阳去，唔会可以什么啊？唔是啦，唔是，我冇事情啦。唔係記住按多年吼，平安嘅數據，我用喺廁所。妈啦，也係做過一件事情嘅。哎，錯。上到安陽營，應該會聽到冰冰冰冰嘅聲啊，我冇聽到啊。你唔知啦，記住吼，2、3年哦，一高一矮，天殘地缺，高的那個呢就攻我的上路，矮的那個攻我的下盤。哦，2個人呢，高的那個內力深厚，我操！矮的那一個呢，內外攻高強，我操！一高一矮，配合的天衣無縫，絲絲入扣。這個時候，矮的那個呢就使出了旋風掃堂腿，哇！我才一跳起來，高的那個就用9陰白骨爪想要攻我的天靈蓋，我的右手呢就一種亢龍有悔，我的左手呢使出了萬佛朝宗，這時候一條龍竄出護住我的下盤，我的萬佛朝宗往上面一頂，地勇士啊就用了呀！我就養了呀，也就係邪不勝正嘅道理呀。跟住落嘅就做起來，舊半天還係說啥說嘛？上天呢有好生之德啊！落嘅就不用睇啦，係承認呢？要記住，青鵝座，我很記住咧，把東西搞出來，記住就講我一隻盒咧，我一大塊，滿天暴雨梨花針，我左閃，我右躲，小樂。小樂，樂樂，你做乜啊？冇看到風車嚟啊！入到試試啊，中間塑膠布嘅咩？樂樂，冇晒你嘅實事呢？有啦。塑膠布都係房車嚟啊！趁早要變小事哦。冇用嘅，攞嚟講啊。我用手提。手提哦。拿錢冇啊？趕緊買。用有點。100哦，100要收信箱啊。要收大信箱啊。你用口收語言的意見先。唔使幾多啦。唔要幾多？有啦。有啦冇啊？拿嚟。爸。我喺天路咧，唔喺哪一張嘿？廿天咯，就個公司講較快關啊，要講個新的城市啊。嘿。見到你條出去啦，好啦，車嚟我唔知啊。你嘅車嚟呢？冇你嘅做買啦。我唔管啊，天路冇拿做來，我就冇人講法。佢撞到這麼解，佢想偷東西係冇？係啊。你兩個車嚟唔單止會偷東西喲，還會打人哦，賣賭到賣衰喲，賭到太犀利。兩隻車咯。係哩。咁正經哦。係啦，唔該。你下嘅寫模哦，出書正經結重啊，正經。
你为什么要骗我爸说是卖保险的找你啊？黄宇，对不起，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嘛。所以你是存心骗我爸跟我咯？夜來來，兩台過去，萬餘年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當時你冇嘅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活兒，總會講你隻手打招呼。生活兒總會講你隻手打招呼，對面嘅生活。